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实在是震撼。即摆是疫情非常的时期，但是也是有人讲都讲袂听。台中市的警方伫一间出租的套房，当场查到4男2女，总共6个人咧拍麻将，而且拢无挂喙罨。因一看到警察上门，有个人秘入去三毒，有个人走入去下间啊。也毋过也是去互目睭金的警察甲撞出来。现场详细状况，咱要请在地新闻的主播徐莹莹讲互咱知。药店高乡亲，这个员警一直接到电话来赶到现场的时，敢若伫外口就使听到拍麻将的声。员警连拢2摆问了，有一个查甫人才来开门，结果门一个拍开，一个看房间内敢若3个人尔，连员警都感觉好笑，因为3个人哪有可能拍麻将？这个查甫人讲，敢若是过来提货尔，也毋过目色较好，员警早就发现3橱内面有美人，内底小姐只好行出来，一个清点有6个人伫房间内拍麻将，来看进前画面甲警方的公判。这衣柜吗？那衣柜叫他出来吧。谁是承租人？屋主在。屋主不在啊，你们都是朋友。到达现场之后，在屋外就听见有打麻将的声音。那进到屋内之后，发现有4男2女，总共6个人在场，都没有戴口罩。那现场有麻将桌、麻将。虽然讲台中市最近连续几啊天确诊拢是0，也毋过呢，全国议员维持着第3级的警戒，禁止室内5个人以上、室外10个人以上的活动。这4男2女拢无亲属关系，也毋过呢，单袂负3级的警戒解除，就秘入套房内面去拍麻将，被依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来函送，讲起来是真袂晓想。现场幸好玉珍。把握那么刚好。